欢迎觀眾朋友在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新聞幕後嘅單元，帶大家來關注嘅是係每週貿易戰嘅第三回合。嗱，川普對中國2000億美金嘅進口商品來大觸發性嘅關稅，後續會帶來乜嘢影響呢？今日請到嘅專家係台經濟嘅經濟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哲主任。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觀眾大家好。主任，我想問的問題，第一個就是說，美國就是24號，就是這個禮拜一正式對這個中國2000億美金的進口商品打這個10%的處罰性的關稅吼。那中國當然馬上就回敬了600億的這樣的清單。那雙方這樣子貿易戰感覺有在升溫的感覺。那在這次的清單當中，有別於上一次，我們好像看到就將近40%的左右都是關乎到民生方面的東西。那他這樣子打下去的話，會不會自傷80？是，我想先跟各位觀眾介紹一下大家的這個問題的成因啊。那美國在去年跟中國大陸總共買了5000億的東西，5000億美金的東西。是。然後呢，中國大陸只跟美國買了1300億的東西，所以兩邊的差距很大。所以美國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在放話，要對中國做一些貿易制裁的動作。從今年開始就慢慢開始展開。我們剛剛說到，它有5000億。它第一波呢是500億，500億就分別在7月跟8月實施。如果用今天最紅的颱風來形容的話，是一個輕度颱風，是啊，小小的颱風，然後從台灣旁邊掃過去，其實它範圍不大，沒有影響到台灣太多。但第二波就是你剛剛講的9月24號實施的2000億，它就比較像一個中度颱風，比較大，範圍比較大，然後呢產品項目也比較多。第一波的產品項目可能只有1000項。第二波的產品項目有4000項，然後大部分都是民生用品，中間也掃到了台灣的，比如說像網通、通訊、網通業、器材，或者是像自行車。我們知道我們在新竹這邊很多鄉親，他從事的業務可能也跟這個有關係，通訊的相關的。好，那台中那邊有很多是跟自行車有關係，所以這一次就稍微有掃到台灣，但是可能接下來我們不要忘了。500億、2000億，那後面還有2500呢，那個就叫強烈颱風，因為後面就是牽扯到兩岸之間的蘋果的供應鏈或者是筆電的供應鏈就會比較嚴重。所以您剛剛提到的這次美國打它，先一波500億，再2000億，雖然在金額上是提高了，但它稅率沒有那麼高。它第一波25%，第二波它是10%。為什麼？因為它是民生必需品。美國的總統或行政部門擔心，這些民生必需品一旦漲價的話，現在馬上就耶誕節了。那美國都要買很多東西，如果你現在到了超市，什麼東西都漲25%，你一定會罵總統。沃爾瑪已經說要漲價了。是，所以呢，他不能讓它漲到25%太多，它是漲10%。但是川普總統說，今年10%給你緩衝期，明年就25%，所以這個25%還是會實現的。所以變成說，美國要去對中國這個貿易制裁的力道是越來越大。中國大陸當然也有還擊了，它第一波500億是打你的大豆、飛機，所以你看美國農民現在也在抱怨說，今年種的大豆。很多的農產品養的豬肉現在都賣不掉了，因為美國的大豆57%都是銷給中國，是幾乎它就是賣給中國的。現在中國一不買，它都不知道賣給誰。中國去跟南非的那個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買黃豆，然後第二波，那中國大陸回進的是一些電子產品，那個可能就影響就不大。所以現在美中貿易戰就變成感覺起來金額是越來越大，態度越來越壞。但是呢，對台灣來說，我們未必有受到很大的傷害，只是從輕度颱風變中度颱風，接下來小心後面那個強烈颱風。是，可是感覺好像美國也擔心自己會受傷嘛。但為什麼川普其實他在不管在聯合國場合，不管在任何記者會、公開場合，都宣稱這場戰爭我們一定打贏。是我們這兩天看我們客台的新聞，應該有看到了，那個川普總統一會宣揚說他是美國歷任以來做最好的總統。我們第一次聽到這樣講，所以台下都在笑他。做得好與不好，其實是有很大的爭議的。比如說，在這波貿易戰裡面，受傷最大的就是農民，因為美國的農民辛辛苦苦種的東西，現在已經剛好秋收，要收成了，這個東西賣不掉。雖然也有消息傳說，美國總統希望用補貼的方式減少農民的損失。我們表面上聽那個好像補貼很大哦，幾十億美金，沒有那麼大。對，那個對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幫助。當然，農民現在還是很支持川普，覺得他是幫美國作戰呢，讓美國偉大。但其實農民是受到傷害的一群，變成說現在打中國還沒有看到效益，但是呢，已經先看到了傷害。另外一個就是美國總統還洋洋自得的說，他現在國庫收了很多關稅，是那關稅誰付的？關稅是美國人付的，為什麼？因為全世界大部分的服裝，比如說我們以這一次的這些民生必需品來說，全世界35%的服裝、服飾類的東西是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
另外呢，东南亚大概做不到10%，然后南亚孟加拉加印度也是10%，所以全世界的几个重要的纺织品生产的地方都没有中国多。另外一个就是办公用品还有通讯设备，也是中国做了30%，其他的都是做高阶的。所以呢，你短期之内你让这些厂商去找，我们要找其他地方替代中国，根本找不到，所以就变成美国民众要去负担这个10%或25%的关税，变成第一个农业那边受到伤害，第二个美国的消费者也受到伤害，甚至有可能推动物价上涨。我们看到这2天美国的联准会已经又升息了，它现在升息本来是要升到3就停。但是你现在给他把物价打起来，搞不好明年3就不行了，还要升到4，那个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就会更大。所以我们觉得美国这次虽然好像表面上我们在媒体上，台湾的媒体上是一面倒的说美国大胜，还像中国都很让步，其实没有，美国自己的内伤也很严重。老师，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就是照到今年7月为止的统计，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反而比去年的同期又更大，好像加大8%左右这样的，是不是这个关税效果根本没有出来？因为在8月的时候，它的正式关税实施是7月跟8月，你刚开始实施，你那个贸易的金额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是刚开始实施。另外一个，厂商一定会，我们的企业一定会想嘛，哦，你8月要课关税，我一定5、6月赶快买嘛。那不是前面就买了一大堆吗？就你的贸易逆差反而不会缩小，反而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同样的道理，你现在看到他9月24号课了这一10%关税，你要么你就直接25%，结果呢，你告诉我先是10%，到了1月1号，明年1月1号我才变成25%。那些美国的那些大卖场怎么办？我一定现在赶快买嘛，用力买，所以你的贸易逆差一定后面会暴增爆买。那个对美国来说反而是更难下台的一个数字，所以是一个预期心理造成它这样的，就像我们台湾今年3、4月大家不是在抢卫生纸嘛？是卫生纸你家用量有变大吗？根本没有，只是你觉得说卫生纸好像听说要涨价，大家赶快去买。所以那些民生必需品，什么鞋子、玩具、包包、洋娃娃，然后纺织品、猫粮、狗粮，这美国人能够先买就把先买起来。他一定美国民众也先买，美国的那些大卖场也先买。所以呢，你未来看到这2、3个月对中国大陆的进口。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一定暴增，所以今年整年搞不好贸易逆差还创新高，这个是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个很难接受的一个数字。主任，我们也看到说，像现在中国也在美国在打宣传战嘛，而且直接针对它的痛点爱荷华州，将黄豆的那个它的农业区广告，他买了整整4版的广告。是不是中国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说能够影响到川普后续的政策？是。其实报纸这件事情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每次打仗啊，都是只要那个打延长赛的，都是中国赢，是速战速决的都是美国赢，所以美国希望7局提前结束比赛，中国希望跟你打延长赛。你看打韩战、打越战，每次都是美国输，怎么输的呢？你只要时间一拖长，美国内部的民意一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反战声浪就越来越高，所以那个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呢一路打到平壤。然后最后被谁招回来？艾森豪把他招回来，不让你就岳飞被宋高宗给弄回来了。是。然后到了越战的时候，国内反战声浪高涨，民众整天上街抗议，所以美国要赶快把阿兵哥从越南给你招回来。这一次中国大陆也知道美国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内部其实根本就不团结，它的内阁里面就有主战派，然后主和派，有鹰派、鸽派。它的国会议员更多也都是农业州，所以这个时候在你农业州放一点广告，让你的农业州感受到压力，这个只是做法其中之一。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还有很多招，主要是针对敌人的后方，你不能跟美国硬碰硬，没有人打得赢他。但是美国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后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次是有打持久战、打冷战的准备。就是也有分析说，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其实最后比的是谁忍耐的比较久，最后。听说中国的那个忍耐力会比美国高了很多，像主任刚才这样讲。是啊，所以你说看韩战、看越战这种打法的话，只要中国跟你一持久，美国后面又要期中选举，又要什么选举，国会议员选举一堆，所以美国没有办法跟你拖长。这2天你看到美国总统的态度，你也感觉得出来，他已经等不下去了。美国总统最近一直痛骂中国，然后甚至连他的国务卿也接受他们的媒体专访，也是痛骂中国。然后呢？但是同一个时间，你又释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讯息，是你请那个财政部长再邀请中国再来谈判。上次谈判什么时候？5月、6月，一隔到现在9月，你突然又叫他来谈，变成说你们白脸黑脸一起唱。你一方面大声的在媒体上面一直骂他，说我还要再给你课很多关税，你看着好了，好像在
在那个泼妇骂街一样。但是后面又赶快叫人家去谈判。你这个时候骂说你节节大胜，我什么都赢了，那你干嘛还跟他谈判？就不要谈呢、反正我们美国什么政策都把中国压死死。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并不寻常。我觉得美国应该已经感受到很大压力，希望中国这个时候赶快做一个让步，让他在大选之前可以对选民交代说：你看，中国现在给我们买了1000亿的东西啊，我们今年有些东西可以改善，你们的黄豆啦、猪肉都可以卖了，没有问题。他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中国大陆从5月开始就完全不跟他接触。到现在为止，就发了一个官方的什么白皮书，然后里面你用嘴巴骂，我用文字骂，然后对骂一下，然后也派了几个部长，那部长的层级都不高，都很低，对到人家国务卿跟总统，然后呢就跟你冷战，跟你打持久战。所以说现在大陆是挂免战牌了，挂出免战牌了，应该叫冷战牌，跟你慢慢冷了，拖久了，你美国看你这次期中选举怎么样。然后期中选举完，我们再准备其他招。待会我再跟你讲，美国其实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招。挂广告只是一招政治上的、媒体上的，而且好像常常发生这种事，对不对？是，他们常常这样做。其实美国媒体蛮自由的啦，包含连我们台湾有时候要表达我们台湾的立场，也会在美国的大型的报纸上讲我们。所以这种事情也只是稀松平常，但是它只是打到你的痛点而已。对，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媒体上讲的是我们台湾的事情，他现在是在美国的媒体上讲美国自己的事情。当然，那川普总统很生气啊，所以这2天就又开始痛骂大陆的领导。现在好像要跟习近平绝交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有什么好绝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等于是这次的中国大陆，它目前为止到现在的策略都还是寻求一个比较稳定的步伐来应对、冷处理美国热战。美国，我刚刚说美国内部不团结，中国内部呢，去年19大刚开完，两会也刚开完，他们内部的领导也都刚选上来，然后就服从一个核心嘛，所以他们跟你打持久战是刚刚才选完，一定跟你打持久战，要力求表现。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属于政治面、外交面的，但是在经济上，难道他就没有反制的作为吗？比如说你现在给他科了10%或25%的关税，他要怎么去抵消这个10%关税的影响呢？第一个，人民币贬值，所以你看到最近这几个月，人民币已经大概贬了5%。第二个，他把出口退税降低，他们本来大陆有一个增值税17%，是，他现在把那个税呢退到厂商手上。是，虽然你被美国那边科了10%的税，但是我给你退个5%，然后再加上人民币贬5%，你就补回来了。你就算真的还是有影响，那个影响也不会很大，至少不会让你厂商觉得你在大陆生产的成本跟台湾会拉平，因为我们中间的成本可能还差了10%，他现在只要一颗10%就给你拉平了，但他现在用退税，人民币一贬，还是让你维持一定的成本差距。你只要有这个成本差距，你要往别的国家搬家或者是订单转移到其他地方就不容易，所以大陆也在做其他类似的工作，也不是光靠关税对关税，他一定打不过美国。但他给厂商的补贴更多，这也是一招。好，谢谢主任。那再比上半场来讨论下半场的技术过来关注。分享观众再给我转到讨论改现场。主任，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尤其是你刚刚说美国打持久战已经打输，那现在呼朋引伴，包括在联合国大会上跟日本跟欧盟方面达成协议，甚至也发表了一些声明，去谴责一些就是利用非市场性的措施强迫技术转移。他们有明确的指出到底是谁，但是也看得出来，其实指的应该就是中国嘛。是。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同盟？8国联军是不是有机会一起攻打北京？美国在今年打这个贸易战呢，其实一开始他没有是只针对中国，他没有只针对太平洋，他大西洋那边也打，他也对欧盟那边科了钢跟铝的关税，也是25%，然后甚至还要他恐吓欧洲跟日本。他要给他汽车科进口关税，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里面，欧洲车、日本车一大堆，他也想对人家科进口关税。那时候欧洲跟日本，尤其是德国，非常的紧张，所以那个时候一直跟美国再三的谈判。而且美国讲话，川普现在怎么骂中国，那个时候就怎么骂德国、骂日本的。是，所以你说现在突然大家就大同盟打群架要打中国了，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啦。而且美国当初也是咄咄逼人，他只是说现在觉得很多地方一起开战，他没有办法应付。他只能针对少数的敌人，所以他现在先把目标放在中国，然后先把欧洲跟日本拉过来。但是我觉得欧洲
跟日本，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前一阵子你看到中国大陆，他们也派了高层到欧洲去参访。他们美国的波音订单一取消，他就买了法国的空中巴士。然后美国这边的那些农产品，只要一不买，他就去其他地方采购。所以他已经要把一些订单分散掉，不要通通放在美国这边，他要去分散。欧洲当然欢迎，他现在跟美国这边还不知道会不会打，但是中国的订单只要一过来，他们当然欢迎，这是第一个。对日本来说，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去打中国，安倍干嘛要去访中呢？安倍过去这几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闹得非常的僵，今年突然来个大和解。而且那个大和解是由中方主动示善意哦。我那时候在看那个央视的时候，就中方主动示一个善意，说哎邀请安倍能够访中，10月去参加他那个40周年的纪念。你像之前闹得那么僵，双方你看那个习近平在那个APEC 的会议上看到安倍那个握手那个脸色非常的不好看，那时候他们闹得很僵。今年为什么日本又重新回到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现在要联合日本、联合欧洲嘛，一起去对付美国。日本自己本身当然也是忐忑不安，因为美国如果对汽车一科关税，甚至美国要的更多，日本根本不能反抗。过去1970年、1980年，每次美国要去叫日本做什么让步，日本一定要答应，因为有美日安保协议，安保同盟，而且日本的那些技术官僚基本上就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因为交保护费的概念。对他们他跟中国的态度不一样，中国对美国是敌视的，是敌意的。但日本呢，他们就有那种浮沉，他们觉得我是他的家臣那种感觉，很像那个幕府封建时代那种感觉。所以日本这个时候也希望这个时候跟中国的关系不要再闹那么僵了。刚好中国给了他一个下台阶，怎么可能这时候跟你美国去联合起来去打中国？所以大家都是表面上应付，因为你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明天又是跟你翻脸。所以我觉得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于美欧日来说都是一样，所以欧洲跟日本现在表面上是跟美国签个协议算什么？我要签100个我也有，但是真正要怎么做，他们一定会有他们自己的考量。那什么时候哪一边美国跟中国哪一边给了我的比较多的利益，我就靠哪一边多一点。但是我永远是两边押宝。其实对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应该要这样做。这个过去我记得我们以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苏起，他其实他说我们在2大之间，然后我们在做个小朋友，其实不容易的。然后彭淮南彭总裁也说，那个是大象打架，我们是蚂蚁。对，但是我们还是要体认到我们的事实，我们现在不能偏向任何一边。所以呢，我们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必须要向日本、要向欧洲学习，两边押宝。是，但是我们看到说，像是美国跟日本中间针对他们未来的贸易谈判的东西，似乎美国也没有那么执着对日本的汽车这个部分要来做一些限制，然后对它农业的部分也是参照以前的规定来做。是某方面来讲，川普其实也赶快想要拉拢这个他以前的小伙伴。对啊，其实他今年已经跟很多国家那个经贸协定都重谈了，韩国已经重谈了嘛，这2天那个韩国总统已经到美国去，也签了正式生效了嘛。然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重谈了，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也重谈，而且墨西哥本来也不愿意，也重谈。什么叫重谈？就是原来买的东西不算了，你要给我多买一点，那种叫重谈嘛，不然有什么意义？所以你看他有几个小国家已经让步，川普总统是对所有贸易对手全部施压，然后能够让的他就先让，先在选举前收割你。然后接下来不让的，他在集中他的目标集中在中国身上，然后还有几个硬骨头，我先挑一个最硬的啃，叫那另外2个先放在一边。其实大陆的统战不也是一样吗？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只是现在主要敌人是在中国身上。所以欧洲、日本，他告诉欧洲，短期之内新的关税不会开征。他告诉日本，我们有些东西是可以合作，先不要对付他们2个，先对付中国。但只要中国一让步，做了比较大的让步，下一个开刀的一定是欧洲跟日本的。是，所以他们等于是小兔死就走狗烹了吗？是，他们都是走狗。好像讲的有点过分，但就是这也是国际的现实。国际的现实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当然欧洲跟日本一定知道这个问题之所在，他也知道美国不会真心对他好。现在如果对付完中国，中国一旦让步让很大，下一个就是跟你们2个要割肉，要给他了。所以呢，欧洲跟日本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欧洲其实最有机会在两边都得好处，因为飞机的东西就只有欧洲跟美国有，不买美国波音就是买欧洲的飞机。然后呢，美国能够卖的什么就是高科技跟农产品。农产品可能欧洲就不是那么多，但是高科技的东西它跟美国是竞争者。对于日本来说，他也希望能够拉拢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因为
毕竟全世界现在最大的市场，要不然就是美国，要不然就是中国，两个都不可以放弃。那日商这几年在中国也积极的攻城略地，卖了很多的东西。如果现在一旦招致中方的反感，又像前几年一样抵制日货，对日本厂商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两边押宝，但是表面上呢都要先往美国这边靠，靠了以后就是叫中国送好出来，这个都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中国手上的牌似乎又更多了，包括说，他就在前几天才刚调降了1500多项东西的关税，对进口关税，是不是也是目前为止中国手上还可以用的武器？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人民币贬值贬个5%，其实要再贬还有空间呢。然后再来退税，它的退税总共17%，要调也可以调。你关税课25%降17%，通通降完也可以抵消掉一大半嘛。是。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我对美国的关税不降，我对别人的关税降，然后我就鼓励我的企业去采购其他国家的大豆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产品，这样子就可以让美国进来的东西更少，但对别的国家有利啊，他也会帮我。所以他们能够打的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那未来还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他去像那个“一带一路”，对，支援很多国家做公共建设这个事情，资金的协助，还有呢，美国公债。美国公债现在中国是最大的债主，不是中国就是日本，两个都在比最大的。我以后都不要再买美国公债了，我能把那个钱拿去买别的东西，然后让你美国公债就是少一个人买，至少让它抵消一点，有点滞销的感觉。对，因为美国明年要做公共建设，它还要发很多的债，如果这些债没有人捧场的话，美国公债的价值会进一步的大跌，所以这也是它可以去影响美国的。那更不要忘了，美国好多的服务业是在中国大陆投资，你到中国大陆满街上就会看到那些速食店了，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Subway， 满街都是。如果以后要对付你，对这几家服务业开刀就好了。我就像之前整那个韩国乐天超市一样，告诉大陆的民众不要去消费，那乐天超市一下就倒了。等于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内部也是被绑架的。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次中方对美方的态度就没有去鼓起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他去年对付韩国对付的多狠，一下就让乐天超市倒掉了。前几年对付日本也是这样子。中国大陆对别的国家常常就是政治经贸，它是不分敌。没有再分的，他没有什么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他打就是一起打。但这次对美国不一样，他就是在经济上没有说鼓动民众去抵制美国的商品，甚至每次美国在讲什么话，我看得出来，中方的媒体也非常的克制，没有把原文照登。如果原文照登，以中国大陆那种媒体的做法的话，一定会讲得更难听。那美国大陆的民众一定会很生气，大家就上街抗议了，包围美国大使馆。这次都没有这个事情，可见中方也有意淡化这件事情，不让大陆的民众变成一个美中之间的对抗。所以说等于是中方也为了未来可能的谈判留下一点回旋空间呢。其实他跟任何一个国家最后都是会谈判的，但是他知道，或许他如果这一次鼓动了民族情绪、民族主义去对付美方的话，或许美国本来就是要你这样做。因为美国有本事应对你的这样的做法，甚至演变成军事冲突或什么的，美国有能力跟你打这个仗。但是之前的韩国、之前的日本，他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他们的实力相差非常悬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不管政经，他就是全部压你。但是美国呢，他就是政治归政治，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他两个就分得很清楚，而且也没有让大陆的民众感受到美国太多的敌意。但是呢，而且你看中方他那边就是一个部会。什么商务部出来讲话，最高领导都不讲话，因为那样子就演变到美中高层冲突。他们现在就希望把这个事情冷处理、久处理，拖得越久越好，越冷越好，然后让你美国最后无功而退，内部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这次对韩国打经济战，或对日本打经济战，跟对美国打经济战不同的做法。老师，最后一点时间就是说，尤其在这个中美两国在这样交锋之下，我们夹在中间的台湾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或是我们有什么措施？还有老师，你之前说有可能我们有机会可以得利。我们要把台湾分成两块，第一个叫台商，第二个叫台湾，这两个利益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台商有很多在大陆开工厂经营，但是它跟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没有那么深。这一波美中贸易战前面的2500亿，可能打到的就是这些台商，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其实过去这10年，大陆的工资一直升，那个汇率一直升，其实有些台商在那边的经营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好，有一些已经搬到东南亚去，或者是老一代的退休，年轻人不接了，已经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台商是我们可能未来不是那么重要的关键，因为他们的经营
虽然有影响，但是它对台湾的连结没有那么深。是我们反而要在意的是，现在就在两岸之间，它第一个就是两边它都有工厂，它可能以前台湾做3成，大陆做7成，这种。第二种就是它台湾有工厂，它没在营运了，它都是放在大陆营运。这一波美中贸易战，我们知道接下来打的是资通讯产品。是，如果一旦打的话，这些厂商会不会回来这边投资？那如果回来投资，台湾要做哪些准备？水电人这些准备的够不够？如果这些都准备好了，然后呢，真的这些台商回来，台湾可能会迎来一波很久没有看到的投资。